假唔讲啊，外门人做做带，你终于来恰查某，嘿无？恰查某阿飘，当然。蔡美女，请你做俺女朋友好不好？这些爱太保的电锅开个场面馆，有马该事情都得来亚请。他会不会去找那个白头啊？谁是白头啊？小妹妹，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，赶快回去。什么小妹妹？我下个月就17岁了，而且她可以住这边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水我不聽啦我，做壞計唔地放揚，從多多聽啦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養，想個冇見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跳啦我，前所在來去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我出現難度形容，個落見嚴明我，想當英雄，成功嘅。这里是黑社会的地方哎，你这种小姐来这边干嘛？黑道又怎么样？这种场面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哎，而且啊，我妈咪她就怎样？哎呀，说来话长啦。反正我想躲一阵子嘛，不想让我妈咪找到。躲一阵子，是不是跟那些黑衣人有关啊？啊，那你放心了，就住在这边吧，我们会保护你。OK 啦，没问题的。就凭你哦，你还是回家去啦，大家都以为你失踪了。不要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丁哥闯闯看，当个有情有义的好兄弟，像上海滩里面的许文强一样，将来当上了大哥，所有人都尊敬我，那就威风啦。王董，走好，王董。嘿嘿嘿，喝那么多杯啊，王董。哎，王董，车马上来啊，王董。哎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王董。哎，王董小心。哎，哎，王董，您的车。王董，谢谢。慢走。王董慢走啊，有空常来。是，王董。喂，哪来啊？阿铁哥，来。那。就吵到呀啊！老宁下出皮害啊！假使咧，你有看到警察过来，就夹夹轻呀的，通知你问你，对吗？来滴嘞！皮害啊！凊彩出来就走得啦！最重要嘅係人嘅母子嘅白金啊！有嘛嘅唔知嘅，胖誒！哦，專門胖誒啊！對嗎？滴嘞，阿鐵哥，眼染起啦！哎，过去一点的阿婆。啊，是，对不起。叫你不要挡住门口，每次听不听啊？走啦！哦，那夹到我了啦，我帮你们夹。没关系了，我帮你捡。感谢你翻新了，谢谢了。小亮，你请你夹。不必了啦。客气啦，免客气啦。哦，我一大早就去地呀、切啊、洗啊、腌呢，就干梅呢，真好嚼。
谢谢了。阿妹，歹势哦，也既然本唔熟咧，我前多條路咧，一條錢唔似係哪樣，我啲失望穿行下度嘅錢，負擔老阿哥嘅辛苦，希望做到嘅老少年嘅錢問題，我會好好照顧自家，唔是少啦。我都差一關待無幾多年，就知道很多事情就改變了，唔是醫學教，也唔是再過法科，無人教你要做乜嘅，當爽爽。不過沒有失落，總知道自家離開頭擺嘅想法了，一腳踏入社會，開始做功夫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无聊哎。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吼。神经病！干嘛这样？我是看你心情不好，来帮你提高士气的。谁说我心情不好了？没有嘛？那你刚刚是不是在想家，想你妈咪啊？我是在回想电影情节。啊，是啊。干嘛？找我干嘛？没事不能找你啊？没事找我干嘛？哦，原来哦。原来什么啊？原来有人喜欢我哎！拜托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？那不然你跟到这里来干嘛？还死赖着不走？我看你是暗恋我很久了吧？你说我暗恋你？无聊啦！走啊！去哪里啦？你不是在躲他们吗？不可以走啊！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。没事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吵醒你啦！
我看你每天晚上都去擦鞋子，忙到天亮才回来，有时候睡到下午，中餐都没吃。哦，真的耶，这样一想，还真是肚子饿了。是吧？帮你买肉粽，这个啊热热吃很香哦。如果你睡晚了，冷掉的粽子也特别 Q， 很好吃，赶快试试看吧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暗恋我。少臭美了啦，谁暗恋你啊？要不然你干嘛对我那么特别？不给你吃。好嘛，开玩笑的嘛，干嘛生气啊？来啦，这个我帮你剥，给你吃。那个一起吃嘛，陪我一起吃嘛。哦，买这个粽子好香哦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买的，我的味觉可是一流的。哎呦，想要吃什么，问我就对了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嗅觉才是一流。从你一进门，我就闻到粽子的香味，我闻到这粽子香味，我就起来了耶。你看吧，我的嗅觉真不是盖的。啊，你用的是飘雅洗发精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啦？我一闻就知道啦，我就说我嗅觉一流嘛。我会跳飘雅，跳给你看。你看啊。我也要学。一开始啊，开始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欢迎光临，先请。请问要喝普洱还是乌龙？普洱好。好。小金，我帮你。哎，小罗，你不用帮忙了啦，你快去酒店吧，白头哥在那边等你耶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小罗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先去白头哥那边了，你帮小婷一下忙好吗？小婷，我来帮你啊。你坐着就好了，丁哥有交代，你不必做这些事。小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你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小姐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阿全，原来如此哦。妈咪不是说不会再派人找我了？小姐，你生日快到了，大姐打算筹办舞会，吩咐我来带你回去。你别为难我，我们走吧。你看那边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那边。点起腳步從五十行到終點。朋友，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你真的不回家？我赶着去上班，总不能带你去吧？家啊，我已经不知道哪一边才是我真正的家了。我妈妈离婚了，我好想跟我爸住，可是我妈咪总是不答应。可是我看你妈对你挺好的啊。你刚刚不是也说你妈每年都帮你办生日？像我长那么大了，还从来没有人帮我办过生日。
生日就是要和朋友、同学一起庆祝，办什么宴会啊？和一堆不相干人过生日。我妈咪就是希望我能够照她安排的方式生活，不管我喜不喜欢。那不然这样，我找美女还有阿潘帮你办个生日会，我们去找些好吃好喝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猫王3人组还可以唱歌跳舞帮你祝寿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不可以骗我。罗强拍胸脯保证。耶！我开始期待嘞。38，你才38啦。好啦，去上班啦，快点。那我去了。嗯。你一个人在这真的没问题哦。没问题。你真的不回家？好了，你走了啦，你都快迟到了。冲动你心中意。哎，新来诶，莫很匆匆啊，张来也无见你咧，就人会蛮多，你啊，你论同调的哦。哎嘿，哎，李俊，老师没看到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了啊？我们要下去。哎，两位大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听我讲句话，别打了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两位，等一下，听我讲几句话好不好？如果讲的没道理，你们再打，可以吗？好，你说说看。老板今天出来找乐子对吧？小姐在旁边看你们打架，都快吓哭了。待会还有兴致吗？你们再打下去啊，警察也来了。警察来了要去警局做笔录，今晚泡汤了，多没意思，对吧？哦，老板，那是红牌，我们还有小姐嘛。稍等一下啊，老板来。哎，您快带我们的红牌娜娜去宵夜啊！啊，别生气了，谢谢。老板，娜，我们还有丽丽呀，对吧？对。丽丽，棒！你把鞋脱下来，我帮你擦得倍儿亮 ，OK？ 要真擦得亮才行啊！没问题，一定。走吧，老板。里面漂亮些的多的是，干嘛单恋一枝花呢？是不是？多谢。来，走吧。好了。小罗，白鹅哥找你，快点出来吧。哦，好。松柏就两个事情，电哥讲处理到以后呢。案子谁拍到过？电哥啊，係你冇去送報紙咧，佢有較好嘅工作要幫你做啦。安尼哦，電哥交代嘅事情吼，我一定要盡力做到啦。不過
给宋宝子嘅投入吼，我已經答應人啥咧呢？做唔得，講唔做就唔做呢。你阿細鬼係我恩花哦，太火嘅講法唔強勢嘅。唔係嘛，啊，就係老情況講本拍條個地天天嘛。做人啊講信用啊，我又做唔得唔講信用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啦！電哥有交代啊，下禮拜南期嘅保護費啊，就幫阿強去輸啦。拍條個，你會做你邊？講信用咧，唔係壞事情。我唔係繼續送報紙啊，你就會尊重人嘅決定啊。喂，一條錢先拿去用。唔是啦，拍條哥。很數下來就數下來，你講完都做嘛該？也係電哥特別交代呢。哎，哦，我也替你付卡嘅情形，唔怕啦，先拿中去。暗示先呢，拍條哥。唔會唔會唔會。哎，拍條哥，幾笪爛腳師將來冇去救呢？你有乜神人講咯？等我講，很快就做得嚟啊！嗱，喺忙完是把事，電哥早就派你去咧。啊，鄧哥一鋪實在有厲害喲，最近都俾警察嚟捉一當hen，半夜死鬼嘅，吹蒼蒼係咩好啊？啊，錯嘞錯嘞，就睇住位親家妹嘅，唔派3人送佢轉去啊。有啊，我又響佢走啊，佢冇去走，結果阿強喺你啊，佢乜喺啊？我哪有辦法哦？阿強，佢老阿強強下？係啊。不乖啊，哦，兩條錢哦，你老眼拿咗以後碰眼沒啦，你不用多心胸度就好了。冇，你做到以後一直問愛嘅事情啊。哇，做黑道很好蠢啊！誒，佢幾上嚟啊？唔講真嘅啊，唔驚眼眉嘛哦，乖就好啊。又錯嗬，唉，係咩啊？喺危豬梯嘅周門啊！錯，阿鵬咧，有冇來啊？阿潘佢撈美女去約會啊！誒，有咩事情？係聽講要去學校，攞佢講。唔是啦，冇乜嘅事情啦，就朋友生日啦，想問佢嗬，買乜嘅做禮物較好啦。誒，用咗條超門啊，噴天天呢。哦，唔朋友係嘛？喂，唔好現在講啊，夾夾啊，老人拿錢終於不挨你啦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哦，阿姨，阿強老大，再見。哦，先走。各位，這係拿終於不挨你啊！阿妹，你用我做嘢邊啊？我真愛問你，你用咩多呀邊啊？你不用愛麼？嗯。哎呦，你這狗子啊！不用收。看看影片，讓我媽媽講清楚。不用收啊，我去先講誒。阿華，呢條錢係阿強留幫嘅係咪？唔同佢講啊係咪？係。你係阿強夾佢進來好冇？嚇？係。唔同佢講啊，夾佢進來啊！喊家屌講，你那個公主哈！哼，阿強喊你送錢過來，你有咩唔曉得？攞佢來轉來呢哈？變佢啲我輩搖搖呀呀，唔轉貨架，阿用咗咁重哈！好啦，慢慢講，慢慢講。唉，唔送埋嘅好朋友哈！喊家屌講，哈，唔看到羅媽媽咪小死係麼？阿強都在帶奶飛。係啊，係奶飛嘅。係唔知啦，我手底佢逐日做伊送報紙，佢講我留福卡存錢還債啊。送報紙，送報紙有很多錢啊！
呦，阿尚啊，天还没亮，你站在这里会吓死人呐！哦，歹势啦，我在请来来的，一同去我给送报纸啊。哦，送报哦。啊，他送哪一区啊？台北这么大，找不到人呐。哦，歹势哦。阿尚，赶快回家，不要再等了。Love me tender, love me true. Oh, my dreams will. For my darling, I love you. 哎，唱歌还蛮好听的嘛。哪有啊？三脚猫功夫啦！洗衣服啊？嗯。来啦，帮你洗了。不，我自己洗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都两手泡泡了。不要啦，我自己洗啦。讨厌啊！我就说我自己洗嘛。让他生气啊！阿红，哎，阿红，你随身听借我几天好吗？我要录几首歌。好。谢啊，真够意思。离生日会还一段时间，我先请你看场电影，待会再过去找他。你怎么会有钱啊？今天你生日哎，当然该我请啊。那我等下请你吃爆米花可乐。好。今天人很多，你跟着我，别走丢了。也免唔伫啊，林粉店的亲像去年老气翻口吼，听讲要送去出国，也免真多年无看到去啊。因为老阿穷穷样啊，系咩几人嘅咯，冇看到佢。吼，韩讲诶，爽快啊，伟大阿穷，嘛嫌嫌饭也免骂死。哎，阿强，过来，喂。Hello。靠，唔对，佢是配对哦。阿强，唔对，我们先点东西吃吧，肚子好饿哦。嗯，走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哦！哎，我们来帮林芬唱生日快乐歌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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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祝林芬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
寿星要吹蜡烛许愿啊。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哦。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来，这是我跟老怪送你的画册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你们。难怪哦，原来跟伊阿强吞吞吐吐啊，就爱买礼物送我们0分呐，啊结果你买冇该送我们0分啊。我条下吼，唱够0分，看天样啦。是啊是啊，小罗赚钱很辛苦，这样就够了啦。来，我们来拆礼物，切蛋糕。好，来帮忙。寿星切蛋糕，好，切了。其实我也有准备礼物送给你，只是因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我想私底下拿给你。这什么？你要送我随身听啊？其实是里面的情歌啦，我录了满满2面哦，都是现在最流行、最好听的曲目，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用唱的，全部都是我想唱给你听的歌。谢谢，小罗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You're the love of my life. You're the one girl for me, the one and only love of my life. 今年生日过得开心吗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分开。You're the love of my life.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your face,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. 衝動燃成星空結果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要去。哎，我要去帮丁哥收账哎，你在茶艺馆等我了。你一个人哦？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之前白头哥就带我去过那些店家了，很熟悉的，放心吧。等我回来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阿珏。阿丁在不在？什么东西啊？大摇大摆的喊人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兄弟，哪一路的？我是来带我们家小姐回去的。我们周大姐有交代，请你们把人交出来。那麻烦你帮我向周大姐报告，是你们家大小姐自己不肯走，我也不好硬赶她。人给我弄丢了，我怎么向你们大姐交代是吧？你的事我不管。我们小姐现在在哪？她都跟我小弟阿强在一起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一块。你说她跟阿强在一块？好，
那就连阿强一块交出来。这位大哥，你们家大姐要找女儿，我没意见啊。但是你要动我的人，是不是该给我个理由？你会不会太不上道了？好，我等。这位大哥，你就这样坐在这儿，你是要我怎么做生意啊？麻烦你回去跟你们家大姐说，我白头拍胸脯给你保证，你们家大小姐我一定安全的把她带回来，到时候再通知你们来带人，好吗？好啊，我就给你1天时间。老板，我来替丁哥收账。你谁啊？我小罗啊，上次跟白头哥来的，你忘记啦？你没看到我客人这么多吗？我哪记得每一个人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想做生意啦？是不是我要去叫白头哥来，还是叫丁哥来，你才要缴钱啊？讲不讲？拿去啊，砸碎！水摸不跳那昂昂，做外界唔是朋友。哎，你怎么这时候来？我现在正在忙哎，你要改天下午再来啊。哎，太太，哎，你这肥肉我要不要帮你切掉一下？阿姨啊，我是来休息后的啦。今几啊，才卖200块，真正真是咧千现银啦。你会行音哦？系咩？我袂行音啦，生意要等我转去食饭，线上有好度桥哦，我实在没办法啦。这老太吼有谁母亲亲啦，你若要行音吼，有什么帮忙也下啦。阿姨啊，俺嘛已经做事啦，以后俺当咱交代呢。你甲阿松讲，要填水一下，帮忙啊！啊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这个收人啦，伊俩情况我了解啦，会咱听啦。哎呀，整个冇相关哦。冇关系啦。好。要几多钱？呀，生意还便宜的啦。对。好。我讲讲哦，遐将业主收条工迄条钱啦，先让你贴脸表，下将业都按样因，俺嘛冇办法填收咧。哎呦！那个五楼台吼，各种翕的相片啦，唔那去翕相棍吼，是太重，搭人老背，看做着程度阿强无？妈，这安太重当归呢，咁要每天穿到阿强啊？心情要气看咱是样低啊。你去遐没？我即个买些。哎，妈，好啦，买去啦。妈呀，细个8个钟啊，我哪位都去搭啊？安尼做得无？哦，你加去啊。好啦。妈，还有件事情啊，向我老公讲啦，我上去周旋啊，上瘾遐多啦，唔去重要。周旋啊？
唔免真危险哈，你会小去造船啦。妈，唔去造船哦，所以做兵的呢，还没上过咧啦。我买人哦，都要离开屋卡啦。佮造船哦，穿咧钱较多啊，爱用人哦，没做的唔是做兵啊。陈妹啊，陈妹！哎，小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唔出手咧，哈，我弟阿强都那边咧。真紧。冲动你先，心动你。陈妹啊，陈妹！哎，小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唔出手咧，哈，我弟阿强都那边咧。真紧。嘿啊，我当你变我阿爸，你几都没打他们到嘞。你阿强啊，九线头、松包子、安葡萄都茶泥罐十条路，佢就大家喺食沙地杯度。太好嘞，太好嘞！其实你阿强真乖啦，虽然唔好读书，不过佢真认真做条路，还唔系继续爱留你天数赚钱。阿公啊，你去产业馆吼，请阿强转来。伊要是投入赚钱嘛做得啦，不过吼，唔是遐个老妹啦，伊还没转来呀。哦，好啊，妈，刚来伊看看哦，伊都还没买太贵啊，好。也没脏好诶，世间每个句唔好，还有面皮来怪人你着。就迄咩，还电过七家就处理咧。俺老人讲啦，台北期间太酒店吼，全就迄酒太子啦，电工要无想要摕喙齿啊。迄咩，还没安救，总算老你送这位呢。假咩？看到电工的面子，俺还会老给费斯里呢。正经无爽，菜。请问啊？大总嘛，还忙做生意呢。歹势啦，我都请来露台啦，我都路强啦，佢竟然无做无可怜啊！啊，唐公伊都来去做事啊！假没给你为咩马街啊？啊！一下呀没请摸耶，一下呀国请露台，用完东岸亚比迄摆到幼儿园的啊！你也会唔免查你管咩？我露台很多路强啦，佢啊，唐公都来去做事啊！就让你给我押给你咩？你迄糖唔适合，那是老人讲啊。亚比唔係我來就來，我照這個比數哦，行過呀！哎，歹勢啦，亞比冇一3年，唔賺啦，唔賺啦，唔賺啦。老大，这件好。什么好无？听讲你小路去互丁老大收去啊咧？丁老大？对啊对啊对啊！乜甲丁老大啊？什么？这个角头丁老大你嘛唔知哦？角头？系啊。我去高模字无用出挑啦。你迄话唔好胡白乱讲哈。啊，老邓，食薰，来食薰啦，对啦。哦。系啊。哦，恁囝真有够厉害。实在这丁老大真正袂歹，以后我会好好甲伊尊重的啊。靠北哥，现在来苏州那个事啊。哦。因为小安道咯。佢有條條架吼無才啊，有條架要錢無限，然後就想講下一班嚟再個意思啊。希望，係唔係有人唔肯繳錢啊？你講法啊！你插小叫我咪繳錢啊！你厝迄個台表人領着呢？啊，你用是舊舊熟熟的。俺老電工的面皮啊，本下槍槍的啦。對唔起啦，跑大哥。跳哪徛起來？
俾人停出来！无攞硬嘅面房吼，大飞起起嚟，點啊？我知啦，我條講。按無條電稿轉來，試個老幾搞態。哦。我要問老媽講。你做阿爸哦，實在鬼冇經驗啦。甲阿強唔見係到班長嘢有嘅呢，嗌無依無呀嘅情誼，你做冇事情用嘅啊？哈？伊是攏唔關心這個來嘅。哎，咱有點唔關心啦。我同講啦，安尼來唔免講做路慢咧材料啦。也佢天天叫太婆阿典的啊，我看過兩日都變腳轉來咧，唔是10萬多啦。阿典太婆誒，伊迄慢啊？阿強買啲茶葉罐是條路哈？條路哪有咁簡單啊？我看哦，過兩日艱苦哦，錯錯啊，是乖乖轉來啊。阿公啊！俺爺老太買啲茶葉罐是條路哈，要從爺爸講嘅乜嘅，迄天路咪條啊！計件茶葉罐哦，你要全喺路萬條路啊！爸嘅。怎麼了？你媽來了。我媽？阿強啲人要無進步嘅呀，我嚟帶伊進步下。我講人講啊，這位啊！哇！電燈泡會燒了。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，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為我加油，關心着我。假使人也就從來搭雜做出條件，希望人也就會心態和氣期待曾有嘅快樂，人也就幸福嘅童年，人也就強行嘅路，就算人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人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